皇后的身子一直不大好，朕打算将协理6宫之权交予熹贵妃，皇后以为如何？老四，你这个挨千刀的渣男，人家只是生理期不稳定，你就趁机让甄嬛爬上来坐办公室。于是皇后站在甄嬛的角度表示，熹贵妃不仅要照料刚生的龙凤胎，还要兼顾胧月公主的作业批改，所以臣妾担心妹妹一时间忙不过来。朕和熹贵妃商量过了，胧月由静妃抚养甚好。老板，你不是在？果然，皇后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原来瓜六要毒害会唱歌的安小鸟。随后，宫女端来泡好的咖啡让主子润喉。于是第二天醒来的小鸟突然崩溃。我的嗓子怎么成这样？我再也不能得宠了。他没想到竟是团伙的人要害自己，而再也无法站在枝头鸣翠柳的悲剧，也预示着自己将成为一个边角料。其实，小鸟你不用这么悲观，或许摇滚重金属的风格才是你的路。虽然宫女假装去求皇后找太医诊治，但她深知皇后知道的结果更加糟糕。毕竟失去价值，皇后肯定会抛弃自己，所以她只能阻止宫女假装得了风寒。可安小鸟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，她试图从甄嬛那里找到自我价值。本宫自然记得。妹妹对本宫是何等姐妹情深，必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。可宫女不明白，为何不趁她病要她命？但甄嬛却认为活着比死去更加难受。果然，在甄嬛的授意下，就有2位小主特意过来挤兑她。原来，他们故意送来到处冒烟的木炭。别点了，呛死人了！不点怎么能暖和？本宫以延禧宫主位的身份，命你们退出延禧宫，不得在这里胡闹。你还以为自己是得宠的安嫔呢？省了吧，你现在的日子过得连我的宫女都不如。之后，瓜六的惊人之举再次将后宫大戏推上了高潮。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会让后宫罪不容诛。